大大好朋友，爱订我频道。来做手工。囡仔兄、囡仔姐，咱先扫 QR code， 把阿雪的图印出来，做伙来凹纸。有画册的记号，代表有小可困难，会当请大人斗相共哦。咱先拿夹刀，顺这边仔甲图夹落来。夹落来，伊就变做安尼，一张四四角角。咱放伫桌顶，互阿雪的面伫顶悬。中央有一条虚线，先来凹这条线，先并过来，倒凹起哩，角对角。伫虚线遮，用手指头行一摆。安尼就变做一个长角形。咱即马要甲伊变做正四角形，遮有4个角，同款角对角凹过来。手指头甲伊行过，即马是一个正四角形。咱甲伊填好开，你看，阿雪的目睭即马是伫面顶，咱甲伊洗头，变做喙伫面顶。咱拄则伫中央有做一个号，遮有一条虚线，咱要甲伊变做一个落地仔的形。你的手指头会当伸入来，为遮甲伊填好开。角对角，手指头甲伊行过，并过来，遮嘛有一条虚线，甲手指头伸入去落地仔内，并互开，角对角，手指头搁行一摆。变做一个三角形，刷落来洗头，互尖尖的对家己的身躯。这个角是粉红仔色，甲伊填好开。咱看到阿雪的面好，佮甲挖过来。这个黄色的部分嘛，甲伊填好开。佮并过来阿雪的面这边。即马遮有一条虚线，照这个虚线甲伊凹落来，凹一圆就好哦，因为这是双圆的。佮用手指头行一摆，遮嘛有一条虚线，照这个虚线甲伊凹落来，爱会记住哦，凹粉红仔色这边就好。这就是阿雪的耳仔。刷落来，咱搁平平，遮同款有一条虚线，咱搁甲这个三角形凹落来。遮嘛有一条虚线，甲这个三角形凹落来。变做安尼啊！遮有一个无共的色水。下骹的色水较重，咱甲这个三角形凹起哩。遮嘛是同款，甲这个三角形凹起哩，镜头搁行一摆哦。你的甲我的敢有同款？遮有一个尖的，遮嘛有一个尖的，咱对准这两个点，搁甲凹过来。第一圆就好哦，手指头搁行一摆。另外这边嘛同款，遮有一个尖的，遮嘛有一个尖的，甲第一圆凹过来。
因为纸足够的，镜头爱拢搁行一摆哦。羊仔角出现啊，并过来正面，阿雪的下頦即嘛是尖尖的，咱甲伊变做较高水的，甲一个三角形凹去后壁，这同款足够的，你爱较出力咯。镜头搁行一摆，并过来是阿雪的正面。上尾耳仔才是三角形的，对无？咱甲这个尖尖的凹去后壁，凹一撮仔就好，安尼会较高水哦。阿雪完成啊！欢迎把你的作品翕相，寄 email 给阮，也是传到呆呆 Friends 的面册专页。多谢。嗨，若是你有介意呆呆好朋友的影片，请甲阮取赞、分享、订阅频道。多谢。